俊華即係今日咧就會做一個港島巡遊啦，咁去到今晚就會去到愛丁堡廣場就搞一個造勢大會嘅。咁就你點睇咧？去愛丁堡廣場，有啲人話好殖民主義啦，又話號召100萬人上街瞓街，就話撐薯片。睇你中意用咩角度講嘅啫。如果你真係好撐曾俊華嗰啲，又有愛又有丁即係人啦，又可以補到佢，係咪？咁啊愛丁堡嚇幾好意頭。即係如果你真係要中意嘅，你就一定諗到啲方法嘅。呢啲 point 都可以話係。係啊，你總揾到一啲方法嘅。咁問題就係關鍵位就係究竟呢種叫做rally 啊，即係造勢晚會，其實除咗係鏡頭好靚或者係社交網絡好多人廣傳之外，仲有實質啲咩效果咧？坦白講，其實曾俊華仲要再做網絡攻勢咩？佢都已經做咗好多啦，係咪？咁而家就話應該快啲搭多啲人等人睇到咧就好多人支持啦。咁我而家覺得而家一路喺度拱啲人出去嗰啲或者係呼籲嗰啲咧就如果真係要跨黨派咁做咧先有意義嘅。但好似有啲難度啊嘛，即係最多泛民選委都願意行出嚟嘅，我諗。但係建制派選委會唔會？因為而家曾俊華賣嘅係跨黨派支持啊嘛。咁如果舉例嗰百幾個選委裏邊有2個建制，2個泛民，即刻拍條片呼籲話建制民主派手拖手，大家今晚愛丁堡見。咁你都還有啲意義啊，係咪？如果你只係用翻過去0371遊行以至到後來即係反23條遊行嗰啲方式以至佔領嘅方式一路拱出嚟，叫啲人出街咧，咁其實就做唔到咧建制派會喺星期日陰溝裏翻船嗰個效果嘅，因為你而家用晒啲即係民主派甚至乎係好多建制派怕嘅方法去做咧，就唔會做到陰溝裏翻船。就只會做到陰溝裏番薯呢一樣嘢嘅啫，就真係一係就好似一嚿番薯咁樣咁咧就喺度煨下煨下，一係咧就搞到你純粹想所謂 flip 咗曾俊華，即反而做錯咗效果喎，而家係。唔係你希望曾俊華變成陳方安生2.0，你就會咁做啦，即係 flip 咗曾俊華由一個叫做溫和中間建制派或者開明建制派，變成一個民主派會撐佢嘅即係行動，即係記唔記得當年陳方安生咪有一個即係撐遮嘅活動嘅，即係個個喺度打開把雨傘嘅。其實雨傘運動喺撐陳太選嘅時候已經試過一次㗎啦。咁陳太一路遊行，跟住遊行隊伍去到某一個位咧，就提早走咗去出發啦嘛。嗰個出發事件啊嘛，大家都應該記得嗰個出發事件。出發事件其實就係撐遮大遊行，當時陳太咧就提早走咗咧，就俾人扣好多分嘅，因為大家走嚟撐你，民主派走嚟撐你，跟住你去咗出發啦嘛。咁而家係咪真係諗住即係陰溝裏番薯咧？即係索性而家反正民主派都冇人可以填補到3月27號曾俊華嗰股氣勢同埋嗰個空位啦。咁與其係揾唔到人去填補，又或者係太多人想填補啦，咁究竟係公民黨定係民主黨派個人去填補咧？倒不如就叫阿曾俊華做新泛民共主，係咪想咁咧？有冇問過曾俊華想唔想咧？其實佢可能都唔係咁想㗎嘛。佢而家個形象係應該係即係建制同埋泛民都有偈傾㗎嘛。但係點解好似變咗泛民代言人咁樣？其實係咪？即係你而家見到嗰啲即係左派陣營叫嗰個陳方安生做民主阿婆啦，咁你就變成民主阿公㗎咯喎，係嘛？或者民主阿叔或者民主阿伯㗎喎，即係咪曾俊華想做呢一樣嘢先？我覺得由個解困角度係睇2樣嘢嘅啫。第一就係你有用一種好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方式嘅行動，希望冧多啲人。第一，如果真係好多人，咁究竟會唔會反為令到陰溝裏嘅建制派唔肯投票俾曾俊華，而你目標只不過希望夾曾俊華由建制行咗去泛民嗰邊啫？即係如果你嘅目標係夾佢過去嘅。就咁呢個係一個答案嚟嘅，即係我哋由解決角度睇。如果你諗住將曾俊華由建制夾到變成一個明顯嘅非建制，呢個方法係得嘅。但係如果你目標係想佢贏咧，呢個方法咧就只會令到好大機會更多建制派唔敢陰溝裏翻船嘅啫。因為而家好多話今晚要好多人出嚟嘅時候咧，佢哋即係佢哋嗰個講法咧，其實違反咗一個好即係一個相信民主嘅基本原則嘅，就係
當有好多人出嚟咧，中央就會行一個好獨裁嘅諗法，就係粗暴地去轉彎啊嘛。即係講呢個諗法嘅人，佢相信中央會好粗暴地轉彎，其實佢暗地裏都係相信獨裁嘅喎。係，即係你要獨裁先可以控制到個結果。你要獨裁先會見到咁多人，先至會突然間轉彎噶嘛。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個邏輯係唔係好解得通㗎啦。除非你話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所以唔好講咁多嘢啦。OK，咁呢個咪又係獨裁咯，係咪？咁呢個此其一啦，即係由解困角度睇，你究竟係想夾阿曾俊華去非建制，定係想贏先？你解決咗呢個問題先。咁第二就係，咁萬一冇咩人出嚟咧？應該都唔會嘅，即係根據上次西九咁多人都擁護阿曾俊華，咁佢今次咁大宣傳，照計都有人肯出嚟嘅。咁幾多先叫多咧？有人開100萬，打個5折啦，有50萬，你今晚有50萬7-1嚟㗎啦喎，已經都已經係好多人㗎咯喎，50萬都冇，得15萬，15萬都冇，得5萬，咁你會點啊？咁你會點啊？你到時個答案係咩先？到時個答案係你輸突啊會，即係原本大家記得你西九同美孚嗰啲墟冚場面，嗰度有幾多人啊？有冇1萬人啊？冇人統計過，其實真係。係咪？咁你最多望就望今晚可能有幾萬人，但係如果你嗌到過百或者幾十，你唔到，咁到時會唔會令到曾俊華輸突咧？定係曾俊華覺得唔係啦？我而家都係要打一場漂亮嘅敗仗嘅啫。當然佢唔會認敗嘅，但係如果敗佢都要漂亮啦，不如咁講啦。佢話有奇蹟㗎嘛，佢話。係啦，即係如果敗佢都希望漂亮啦，係咪？如果勝咁啊，今晚係做細晚會啦，咁樣講公道啲啦嚇，唔好又俾人抽秤啦。但係如果敗都希望敗得漂亮嘅話，如果你開到個銀碼咁大，人數咁大，你唔到你就輸突㗎咯喎，即係所以冇理由咁樣做㗎，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最後睇下個結果點啦，同埋最重要，我想講第3點，由解困角度，去到3月26號結果出嚟就係真㗎嘛，係咪？中間發生過咩過程其實真係唔緊要㗎啦，喺選舉裏邊咧，勝出係唯一樣有意義嘅嘢㗎啫。咁所以今晚幾多人都好，可能都只不過係一個宣傳嘅效果，最大可能性咧就係會令到阿曾俊華從此咧。就算唔係俾民主派夾咗過去非建制嗰邊咧，都好大機會俾建制派咧就笠咗佢頂帽，就夾硬以後就話佢係即係係泛民嘅人啦。咁呢個咧就最後呢個可能性咧就係暫時呢一刻嘅分析嚟講咧最大機會發生。